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5年9月初10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诗篇101篇，列王记下卷18章19节到25节，19章第1节到第7节，路加福音18章18节到30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良善真难。根据上帝的旨意，做上帝眼中看做好的代志，对基督徒来讲是非常重要的，但是却非常的无简单啦虽然讲上帝所予咱的改变并无真济，嘛无真困难，就亲像耶稣基督的新的改变所讲的，都爱听上帝啊，嘛都爱听人。但是会当真正安尼实践的基督徒，就是主的门徒嘛咱看到迄个旧约希西家王，虽然上帝予伊的旨意非常明白，但是伫咧面对现实的压力的中间，到底是要甲亚述妥协，还是要甲埃及联盟，拢是无法度决定的代志。有时阵伊顺趁上帝，有时阵伊搁软正顺趁伊的心行遐，所以伊就必须爱去面对两个强敌的威胁啦看列王记下卷18章19节到25节，19章第1节到第7节。18章19节，总司令对因讲，去甲希西家讲亚述大王安尼讲：你伫靠说什么？你想讲有策略甲军力，其实碰风的话，到底你是靠啥人？竟然敢反叛我？你所倚靠的埃及是一支长去的路竹仔拐，人若靠伊，手会互伊插入去，所以倚靠埃及法老王的人拢会安尼。恁若对我讲，我靠上主，阮的上帝，希西家敢毋是有废除上帝山头坛甲祭坛吗？佮甲犹大耶路撒冷的人讲，恁一定要伫耶路撒冷比这个祭坛敬拜，倒来甲我的主人亚述王相输，我互2000只马，你敢有法度教遐的人通徛？若无法度，你哪会当打败我的主上世的一个部下？恁兼要搁倚靠埃及的战车甲马兵，现在我来攻击毁灭这个所在，敢毋是上主的旨意？上主亲身甲我讲，上去攻打这个土地，甲伊毁灭。19章。希西家王一个听到因的报告，就拆离伊的衫，穿麻衫，入去主的圣殿。伊派宫廷总管以利亚敬、书记色伯纳，甲资深的祭司拢穿麻衫，去见阿摩斯的囝先知以赛亚。因甲以赛亚讲，希西家安尼讲。今仔日是患难的日，是受责罚凌辱的日，亲像有囡仔要出世，毋久无力甲伊生出来。亚述王派伊的部下总司令来亵渎永活的上帝，兼在上主你的上帝有听到会处罚讲这的话的人，所以就替留伫这的人祈祷。希西家的大臣来见以赛亚的时阵，以赛亚就对因讲，因着安尼甲恁的主人讲，上主安尼讲，毋通因为恁所听到亚述王部下对我的诽谤来惊吓。看咧，我要扰乱伊的心，互伊听到风声倒转去家己的国家，我要互伊伫遐互人杀死。耶稣基督伫传福音的期间，我拄到一个犹太人来问伊讲：我着要爱做什么代志，才会当承受上帝永远的活命？伊佫知影讲，着爱称呼耶稣基督做良善的先生。
但是当耶稣基督教导伊着爱行好，迄个时阵伊却一副安尼足困难的形。路加福音18章18节到30节安尼记载，有一个犹太人的领导者来问耶稣讲：好的老师啊，我着做什么才会当承受永远的活命？耶稣甲伊讲：你哪会人叫我好是好？上帝以外无有一个是好，才会改变你拢捌。毋通行奸淫，毋通害死人，毋通偷窃，毋通做假干净，着孝敬爸母。迄个人讲，才会改变我对细汉着一直拢有遵守。耶稣就甲伊讲这个话，就甲伊讲，你欠一项，伊要欠一项，就是把所有的得到的钱拢分互善车人。你伫天顶就有财宝，然后来对我。迄人一听到这话，真伤心，因为伊真好业。耶稣看迄个人就讲：有钱人要入上帝国啊，偌尔困难。路途签过尖片，嘛比好嘅人入上帝国更较简单。听到这话的人问伊讲：那安尼，什么人会当得到救？耶稣因讲：人做袂到的，上帝拢会。彼得讲：阮已经放杀所有的来对你啊！耶稣甲因讲：我实在甲恁讲，人若为着上帝国放杀家己的厝体、某兄弟、爸母，还是囝儿，伫今世一定会得到更较济，伫来世得到永远的活命。耶稣基督讲，只要去尽这所有人做好事就会使，较进一步来讲，做好事就会使。但是对这个犹太人来讲是相当困难的啊，因为伊面对困难来离开，伊敢若想要得到福气、得到永生，却无愿意行好，因为安那，伊对伊来讲，财产比上帝较重要。行好比得到永生更较困难吼。诗篇101篇，我要唱主爱甲公义的歌，上帝啊，我要称赞你。我要谨慎行正直的路，你什么时才会来我遮？我要用正直的心伫宫内生活，下贱的事我拢毋看，背逆上帝的人所做，我真厌恶。我互伊目着冤巧的心思，我拢无爱。一切的歹代我拢拒绝。暗中诽谤厝边的人，我要甲伊毁灭。目头悬、心骄傲的人，我袂容允。我要管顾国内忠实的人，互因甲我做伙大。我要行正直的路的人服侍我。诡诈的人袂用得伫我的宫内，白贼的人袂用得徛伫我的目睭前。逐早起，我要毁灭国内的歹人，将所有做歹人对上主的城来消除。恳求主爱主帮助阮，愿意来跟对你的旨意，学习你的良善，成做你疼人的工具，忠心的珠宝。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